各位乡亲，目天离归将梦成了，一步一步向前行。脚这边的重担悠远沉重，前面的路却愈来愈生分。忽然间，后壁传来熟悉的声音：“木天，我过来，莫戆啊！”木天的脚步停一下啊！伊想起厝的人，想起朋友，想起过去熟悉的生活。若今仔日回头，一切拢会恢复原来的样。毋过，心内平安也会失落去。木天慢慢越深，远看见将梦城悠远真热闹，真像啥物代志拢无发生。各位乡亲，有时游戏就是安尼。忽然一句话浮现心内：莫回头，一直向着光行。木天深深舒一口气，佮活身向前。木天明白，信心毋是无试探，是真正拄着试探，悠然选择向前，一步一步继续行。各位乡亲，真正的信心，毋是永远袂摇动，是摇动了，悠然选择跟对上帝。前面阁有啥物考验呢？要知影后来安怎，咱后回继续讲落去。